新竹县私立的技民中学违法改聘政绩，向改聘的老师罗贝受复聘，今嘛这聘约条文也等咧协商。全高中指出讲，这个案件看起来该像是有收煞，不过这技民中学长期以来挽招财务无问题，违法的代志却一直做，是台湾私立学校治理的大问题。要求各教师呢，就要全面剔查私校的聘用。逐档的招生招到满，财务无困难。不过私立技民中学却传出扣薪水，而且甲10个老师洗头路。虽然红时期的老师后来阁转来，8月份的薪水嘛照起工8月10日全部发放，聘用条文也等咧协商。不过全高总讲，过程当中各教师无积极，才互私校的董事会甲校长甲乌白来。教育部国教署，你都没有做啊，所以你让学校的校长跟董事会董事长认为你是塑胶啊，认为你根本只是纸老虎，你还给一而再再而三这么多次的一个机会。全高总表示，学校第一摆无改善的时，各教师就会当照私校的法律停止校长的职务，甲学校罚钱。不过，各教师若无处理，佮发2摆的公文，颠倒是沿着事件解决的流程。就连趁钱的技民中学，拢有可能甲老师创治，牺牲师生的权益。其他有问题的私校，恐惊更较严重。有一些私立学校呢，在聘期的部分呢，其实是不完整的哈，包含寒暑假的部分，可能是有上课才给薪水，没有上课呢，那一天就扣薪水，强迫老师抄钟点，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哈。全高总指出，技民中学已经变作是私校管理甲公共监督的指标性案例，要求教育部全面调查私校的状况。各教师回应，进前有发公文予学校，聘用的契约经过协商，送校务会议审查通过，会搁再通知私校，确定相关的规章、程序甲内容，应该爱符合法律的规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